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哦，那乖乖，下面咱来读一个龙德山。龙德山是东方白先生的作品，伫咧90年代所发行。尾啊，2000几年的时阵有拍做电视剧，所以你伫咧顶悬会使看到有戏剧的分享。我袂记是民视还是三立的电视台有播出30集啊，我是感觉应该是不哩啊，值得咱来甲欣赏啊。大家较有一个朋友，我毋知你敢听我咧讲啥，总惊是无啦，毋过毋知想要听啥，我毋知影。各位，来这到底是啥 ？Biscuit 毋知，真歹势，我无法度甲你服务，所以罔听，凡是话人是该当做背景音乐。BGM 背景音乐，伊伫迄个 YouTube 开一个直播啊，所以我无确定伫搭遐，伊敢会有理论上我有打一寡消息，毋过伫咧直播即个瞬间，我敢若看袂到，我嘛毋知啥物原因，可能我对伊无讲介熟悉安尼，所以即个朋友George 唔知，嗰啲特別啲，歹勢唔知影。即是下骹有伫咧寫台文嘅，冊檔、戲味哦，英文、國語、台語，攏會曉講哦，真好。安尼我可能想着啊，咱大家就朋友可能捌伫咧北部地區即個只某世界去看歌戲嘅款，敢若有伫咧迄個 Three 分享。敢若呢，我就當做你聽有，安尼就罔聽。我咧讀的即個是頂懸即個戲出龍德山，伊是東方白先生的作品，伊有30集啊，伊有小說。小說聽講是100萬字啦，是毋是100萬？伊一本600幾啊，講是差不多30萬字嘛，所以3本100萬字安尼。所以伫 Class 即個只，我就繼續打一寡信息連結吧，所以咱就會，我毋知敢會使安尼稱呼 ，Gregor， 歹勢，若陣講，你若聽有，還是講有興趣要來分享，是真歡迎。敢若聽有台語，會去看歌戲，這嘛真正是讚。所以我就咧確認打一寡我所找到迄個啥，學台語的方法，就是一寡文本還是資料吧。當然，咱這位朋友應該是已經有相當的程度啊。當然，刷落來，這是繼續的，應該是針對家己有興趣的部分啦。可比講歌戲，是啥物歌冊，這個較屬於台灣傳統藝術，還是傳統戲出劇、布袋戲、歌戲，這是算傳統。然後文本的部分，我所知是歌冊。網絡頂懸嘛真侪即種資料，去迄個對 Google 拍歌冊還是歌譜，迄種的就足儕資料的。最近我有看迄個啥，佮阮之前咧讀迄個台灣漫遊錄，伊有12碗菜瓜。最近我有人看迄個分享迄個啥。暗君心好神吼，所以這其實喺台灣遮有足儕即種講過去的一寡傳統，是文化財，敢會這樣講。所以總是有一寡方法就對。所以我伫確認第3條所打的即個專業的學台語的方法。所以第1條是教典。教部字詞典附錄找台語鬥拍字。第2條我是囥遮個迄個啥，龍德山小說的文本，網絡頂懸會使找到。我就去打一個，伊
这个龙头山其实是咧介绍台湾头一位女医师蔡阿信女士的一生，所以1980年代，东方白先生伫咧加拿大，伊去找到迄个啥蔡阿信，所以伊甲伊访问，敢若头尾开10年的时间，甲即个小说写出来，所以尾啊电视台有甲伊拍做戏出，是我搭咧顶悬的即个龙头山的电视剧。因为电视剧伊咧处理的时阵，伊可能爱中文讲会晓，讲的什么去无存精哦，因为伊可能主要是要讲蔡阿信，戏剧内底是柯阿信的故事，所以就甲一寡甲伊较无直接牵连的，就怎啊甲剁了、摕了、掠了呢？所以用37个戏出来表现即个戏剧柯阿信安尼。反正我就讲看戏出甲读小说，迄是无共享受，所以对我来讲是要甲中文读做台语的一种自我训练啦，所以伫咧读即个中文的过程，总是有一寡字词可能毋知要安怎甲读做台语的，所以就上网伫咧找台语内底查看卖有啥物字词会使来甲伊的中文讲做台语安尼。好，欢迎大家提供这个连结吧。准讲阁有其他的想着是啥物货，则过来分享好啊。好，这位朋友，我毋知要安怎甲你称呼啦，你就安心自在，自由自在。看卖即个 GEREGORY， 我读出来可能是 Dubinski， 可能我读出来变成是 Dubinski， 歹势，我甲你读毋对，就请你谅解谅情。我就继续来读落去，即个《龙刀山》的第2部曲，刀已经读到第12章，第12章是9月的新德风，要来读即个第6集。今仔日拍算要甲即个第12章读个完啦，因为后壁敢若阁算13页吧。好，第6集。阿青因为逐工煮2顿饭来互东兰食，当暝也阁准10点正，准10点，准时10点吧，应该是安尼讲。好啦，逐工都讲准时10点，就电火关咧，陪东兰去学校逐所在顺道。拄开始阁有淡薄仔惊青云，尾啊较熟悉了后，才知影东兰毋是日本人。竟然是台湾人，正做中学的英语老师，这就互阿青看活起来，就转对东兰失去戒心，也比英雄更较温驯来防晒。若东兰看阿青对遮尔亲切，有当初嘛会收伊几箍银仔去买粉来食，应该讲买粉卜啦，台语拢讲卜粉啦，袂讲食粉，是毋是要甲吞落去个咧？嘛毋是剥落去啊，剥甲剥阁无共款，对吧？有当阵嘛收几箍银仔去买粉来剥，即个更较互阿青痛甲，所以便啊伫因两个人眉清顺落的时阵，伊就规个话头拍开着，打开话匣子，当然用文学做话匣子啦，台语起一个头，还是起一个话头，佫毋是对啊，一尊贵水拢冲出来啊！先开喙，破冰先开喙，所以啥你讲哦？话匣子。高位的喙，
所以是旧话，你要当作旧话来讲。旧话。所以就讲真旧话咯，感谢你讲。所以因变啊，每清巡逻的时阵，伊就会先开喙，敢对东南无所不谈。啊，若东南总是微微啊笑，啊点点，听阿青一直讲袂煞，正处照即种方式来互正疲劳的头脑会当得到充足的休困。嘿嘿嘿，讲先呢，有一天暝哩，伫咧巡逻的半上路上，阿青顶行咧，加紧，阿青顶行咧，骹步对上东南，忽然间开喙用福佬话对伊讲：“你拄则来的头一工，我料准你是因日本仔。”结果却穿一领穿西装，飘飘撇撇，我尔啊威风咧。当然点点啊听，眼前就想起头一日到中学的印象。校园内底点酒也无甲一个人，敢若有单调悲愁的闪仔伫咧叫。然后阿青就行过来，用半清晰的日本话对伊讲一声“校长”，迄个声调还搁咧耳孔边细袂停。当然想到这就忍袂了笑出声。阿青听完就紧甲顶夜悬悬来笑当然的面，问讲：“江先生，啊你是咧笑啥？”我咧笑讲吼，我头一日来到这中学啦，你用日本话对我讲一声“校长”。啊，你果然会晓讲日本话哦？啊，你日本话是啥物人教你？当然安尼问，哪有啥物人教的？总是住喺宿舍的台湾学生囡仔教我的啊。有一天啦，校长按我的面头前行过，等伊行远了，我才问迄学生囡仔，讲我要安怎叫伊，因才用日本话教我讲是校长。其实我拢总捌的日本话，嘛干那即句校长尔尔。讲真诶啦，啊你若要甲我笑，阿青讲完，家己也忍袂了，家己笑出来。当然看伊笑，就搁陪阿青笑一困啊，然后再搁继续前顺道。即一暝，阿青的话头，所以我记就是即一暝，阿青。真想要讲话，话信很浓，是安怎讲？可能接下来伊所讲的，就讲，即一暝阿青的话讲袂停，伊讲起伊的老母和后生，因拢住伫咧离海无偌远的香山，我无确定，这香山，当然我无确定，应该是。教育的艺术可能就是这个字音吧，香山。因拢住伫离海无偌远的香山，伊本正是做田的，因为年岁有啊，才互田后，才甲田互后生去做。但是因又搁无聊，才来中学做校工。大家吼囥伫咧心肝头囥真久啊，想要对你讲，但是佫毋敢讲，惊讲出来你会生气。忽然间，阿青就转一个口气，真慎重伫咧甲讲：“阿青啊，你做你讲，我绝对袂生气。”当然就停骹，真严肃咧甲伊。阿青也停骹，